港方应该拿出诚意和负责任的态度，不要制造障碍。杀人嫌犯投案不能谈条件，一切回归司法处理。杀人嫌犯更不能自由行，若发生非安事件，谁来负责？两个题目都是有关于这个陈同佳案的后续嘛我想昨天我们主委在立法院也有相关的这种答复。目前的进度就是我方的刑事警察局跟港方的警务处已建立了一个单一的联系窗口就是所谓的投案窗口。那双方正就陈嫌来台投案积极沟通中，不是只是你讲的那个形式另外，港府也将我方投案窗口转知陈嫌，如果陈嫌确定要来台湾面对司法，可随时直接和我方的窗口联络，相关的安排事宜都已经准备就绪，一切依法办理。谢谢。我方对于陈嫌投案做好了一切准备，一切依法积极处理，彰显司法正义，要还给被害家属公道，就差港方关键一步。港方应该拿出诚意和负责任的态度，不要制造障碍。杀人嫌犯投案不能谈条件，一切回归司法处理。杀人嫌犯更不能自由行，若发生非安事件，谁来负责？一尸两命，非同小可，真相只有一个。如果要如同港方一直强调获得这个公平的审讯，要沉冤得雪，陈嫌的投案相关的完整事证缺一不可。我想双方过去已经有类似个案的合作模式，这个林郑特首也有提过，比如说像石棺案，我们呼吁港府要展现诚意跟负责任的态度，协助陈嫌尽速来台归案。谢谢。